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这点咱安静咱的心来准备今仔日的敬拜。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旷旱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水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我捌安尼伫圣所条件你，为着爱看你的权能，甲你的荣光。接咱三角的吟圣诗350首，圣诗350首。求主施大恩，求主施大恩，互我来亲近。我心羡慕，深深意爱，情愿即时诚心敬拜。求主降落来，应点我心内，应点我心内。咱三角起立来吟。
这点咱三个用许多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咱一声来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大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这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得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谢谢。下面咱三个来启用。今仔日启用的所在记载伫启用文63篇，启用文63篇，也就是西北历史20章，伫圣诗的后壁面1115页。显着咱那个来启用，神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对神，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话创造的。对神，也必比甲阮献较好的祭物互上帝。虽然阿伯已经死，对神伊拢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伊若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对神，若对也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对这个神，一定世间人的罪。对神，阿伯拉罕受调去得要承受最产业的地的时，虽然不知要去何位，要有义务出产。这人通过因的神，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如果我得到所应允的，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伊的旨意是爱遮的人甲咱有份伫这个安排。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全能永远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你将你的疼赏赐予阮。伫过去的一礼拜当中，予阮日日得到你的恩赐甲看顾，一切拢会当平安顺遂。阮也感谢你创造甲你的保护，因为你无穷无尽的仁爱，予世间人，予阮会当常常来谢纳你的恩赐。会晓用诚心来感谢你，
使阮无尽的恩典甲慈爱。亲爱的天父，阮带着忧伤痛悔的心来跪在你的面前，伫你创造万有的当中，世间人算啥物？你竟然眷顾阮，你也万分罪恶，却爱罪人。阮得罪了你，你犹原会当对败坏中扭弯起来，求你搁一摆赦免阮，也求你暗明无看起阮的罪恶甲过失，撤销阮一切的过犯甲罪孽，来用宝血洗清阮的心灵。亲爱的天父，我也要感谢你，伫顶几工的风台中保守阮的性命。虽然南部有经历着大风大雨，阮犹原感受到你的疼甲保护。虽然有人受伤，甚至死亡，也是家园受到损失，愿你的平安临到每一个受到影响的心灵，也互阮伫困难中犹原会当找到希望。也求你引带阮伫中间的过程当中，赐予阮智慧甲资源，互阮会当真紧来恢复正常。阮相信你是阮的避难所甲力量，也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衬。愿你的疼甲恩典充满阮的心，阮伫风台了后，犹原会当见证你奇妙的作为。亲爱的天父，阮也恳求你的恩典甲慈爱临到阮。阮为着中东的以色列甲黎巴嫩之间的战争来向你祈求，你是和平的源头。阮恳求你，伫迄个土地下落和平的种子，也愿你的疼甲智慧充满遐个领袖甲人民，互因会当找到好解的路线，来早结束即场冲突。也求你医治遐受伤的心灵，安慰遐个失去亲人的家庭。阮也要为着阮的政府机关来向你祈求，愿你的公义甲智慧来充满遐个民意代表，保守因的心思甲意念，互因会当真正为着阮的国家甲未来做出决策，带领阮来走上繁荣甲和平。愿你的恩典临到每一个政府机构的运作，会当较顺利，来为人民带来福祉。主啊，我也要为着遐个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祈祷，你是阮的医治者，也求你亲自看顾，赐予因身体康复甲心灵的平安。愿你的疼甲恩典充满因的生活，互因伫困难中犹原会感受到你的同在甲扶持。求你赐予因力量甲勇气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主啊，阮感谢你听阮的祈祷，愿阮的祈祷蒙你的接纳，愿你的和平、智慧甲疼充满阮的生活，互阮成做你的见证，将你的光甲疼带入这个世界。愿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下面圣歌队要赞美，因今仔要使求主怜悯阮。
下面咱三个来讲授上帝的话。今仔要看的经节记载伫旧约诗篇51篇第19、19节。旧约诗篇51篇第19、19节。本字694页，地位汉语本字617页，现代中文用本字709页。现在我用白话汉语本来读。上帝啊，照你的慈爱怜悯我，照你丰盛的慈悲撤销我的过失，将我的罪恶一尽洗除，也洗清我到无罪。因为我家己知我的过失，我的罪常常伫我的面前。我所犯着的，就是得罪你若定。伫你的目睭前行即号歹，直到你讲话时显明罪义，判断时显明公道。我是伫罪恶中生者，伫罪的中间，我的老母怀孕我。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伫我的腹内，你要互我得到智慧。求你用牛切草洗我，我就清气；求你洗我，我就比洗较白。求你互我得到听起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所压制的骨通欢喜。求你按你的面无看我的罪，撤销我一切的罪恶。第10节，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毋通赶我，互我离开你的面，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神。求你互我悠远得到你救恩的快乐，想使我有自由的心来扶持我。我就将你的道路指示有过失的人，有罪的人就要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求你救我脱离杀人的罪。我的嘴要大声，吟诗学乐你的义。主啊，求你开我的嘴唇，我的嘴就要保养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小祭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求你照你的好意思，好款待锡安，去做耶路撒冷的城墙。迄时，你要用欢喜义的祭，甲烧祭，以及甲2只精生的烧祭。迄时，人要将公的牛献伫你的坛以上。下面讲到，无所今仔要讲的题目是上帝的恩典慈爱，咱共同来听。利位兄弟，咱的林斌执事听讲伊中学的时阵捌带过台南神学院，无怪有遐尼好的训练19节对第1节读到19节所以今仔日的诗会念的圣经有淡薄仔较长但是伊安尼会当安尼足顺安尼念过所以愿上帝祝福咱经过一个风台天咱虽然讲台北无啥物受到损害但是咱看到高雄、屏东、台东甲咱的新北市万里、金山遐过来是迄个基隆的一寡山区的所在，拢受到损害咱也搁一遍见证着上帝创造的大自然，真正超越咱人的气力。但是咱也知咱也确信上帝疼咱，所以愿上帝亲自安慰才会受到损害、损伤才会咱的同胞，也恳求上帝，就是会当带领才会中建的过程。咱做伙按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用感恩的心祝祭，因为阮感谢你伫一礼拜中间引带阮。保守阮、带领阮但是阮相时，阮看到阮的同胞伫高雄、屏东、台东、新北市甲基隆的山区，甲新北市的较外海的所在，拢有一寡损伤。主啊，恳求上帝你亲自安慰，
经历着风灾、水灾，要来重建或者的同胞，互因得到重建的气力甲信心，也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无干那顾阮家己，关是将阮的关心扩大到伫阮遮的台湾的同胞的心上，体会到因的痛苦，也关心到因的需要。主啊，今仔日愿敬拜你，组织做伙学到你，相时愿也恳求上帝你的圣神亲自对阮讲话，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过程中间，你亲自带领阮，恳求上帝你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常常，咱拢会回想着过去，咱基督教会的传统的教导中间，主日礼拜的信息，咱真爱讲罪的问题，讲着人有罪，人的罪性，人犯罪需要上帝的赦免，人爱悔改，但是这煞互一寡人会误会讲，咱基督教会的教导就是要甲人洗脑，好亲像讲人拢罪大恶极共款。即马咱时代改变啊，咱即马教会内底的教导，咱若是资深的基督徒拢会发现到。即马的教会大部分的教导开始搁较强调，就是上帝永远袂改变的慈悲疼痛。可能这也是面对着人性，因为大部分的人较容易接纳正面的信息，上帝是疼。上帝听你听我，上帝会听袂改变，这是正面的信息。但是大部分的人会当讲，所有的人拢比较无办法接受，就是咱家己是罪人这类的教导。不过，咱可能拢亲像使徒保罗同款，当夜深人静的时阵，有时阵咱回想伫今仔日咱所做所讲的一切，有时阵咱放空自己的时阵，咱回想咱一世人行过的过程中间，咱想着咱过去有可能有啥物代志做无好。有啥物时阵，一句话伤着人的时阵，可能咱拢亲像保罗同款，咱会安尼的一款的感受，就是我所愿意行的好，我无去行；我无愿意做的恶，我反倒转拢去做啊！这罗马书7章19节，保罗有一款的反省。有即款的挣扎，我想咱拢共款，你我拢共款。有时会想讲啊，即件代志发生的时阵，若迄当阵我是安尼选择，我是安尼做，我是安尼回应，可能代志就真圆满。迄个时阵，我若无讲即句话，迄当阵我若无安尼反应，毋知偌好拄偌好。咱每一个人加减，当咱暗时倒伫眠床的时阵，有时阵咱会安尼想啊，无彩。有时阵咱会有同款的挣扎，所以当人为着家己所做的毋对，也是面对着罪恶的时阵，
所感受到迄款的无能为力、无能为力的时阵，咱今仔日所读到的诗篇51篇，就是教咱要怎样面对着人的罪性，并且爱咱、教导咱爱倚靠上帝的慈悲怜悯，来得到性命的医治，也得到加固换新、改过更新的行动力。我想咱内心常常拢有即款挣扎，咱想要做好，但是心中有一个声音，有时阵煞较大声，甲你讲，你着爱安尼做啦，即口气你无安尼吼，安尼你算啥物？啊，安尼就是对你无尊重啦。所以咧，你哪会当无出声？咱常常想要做好，有时阵一档代志，咱心中的一个正面的声音讲，这无算啥物啦。但是另外一个声音，通常拢较大声，讲你安尼无回应袂使，你无安尼做袂使，你爱表现出你是男子汉。你若无安尼，别人看你无。请问咱大家，你敢常常心中也亲像安尼的挣扎，亲像迄拔河共款，一个正面的声音，一个负面的声音。有时阵正面的声音是赢，所以咧，甲你讲你忍耐一个就过，不要紧。另外一个声音讲，啊，你着爱安尼做啦，你若无行动，别人看你无啦。啊，有时阵即个负面的声音，甚至常常拢是较赢。内心的挣扎，咱伫主日礼拜，咱读诗篇的时阵，有时阵咱无读到诗篇头前，有时阵有一个标题，亲像今仔日诗篇51篇头前的标题是啥物？讲大卫甲拔示巴同房以后，先知拿单来记伊做即个诗，交互乐官大卫王，互先知拿单指责了后，伊就写即篇诗交互乐官。所以诗篇51篇的标题甲咱讲，即首诗篇甲古代以色列的大卫王有关系。咱知影旧约安怎来讲着大卫王的一生。撒母耳上卷13章14节讲大卫是啥物？合上帝心意，合神心意。讲伊是合神心意的人。啥物叫做合着上帝的心意？伊所做的，总共来讲，伊的一生，伊是照着上帝的旨意。伊一生的中间，拢是为着互上帝的名来得到荣光。伊也是到伫今仔日，犹太人拢认为大卫王是以色列上伟大的王。不过，就算是大卫王即款属上帝的人，也捌犯着严重的罪。大卫王，亲像今仔日标题所写的，伊捌真严重来对倒，来行偏差。标题无讲遐尼明，大卫王设计害死伊的部下乌利亚，伊派伊去战上危险的战场，甲伊害死。然后咧，为什么大卫王安尼做？伊是要抢夺乌利亚的某，所以伊设计即套。你敢知影？咱若想即个
用人的观点来想，即个王派伊的部下，上忠心的部下去战场。即个乌利亚战场战死了后，大比王娶乌利亚的某。那一般的人看讲，哦，即个王好，即款头家好。为什么？部下因公殉职，然后咧，即个头家倒照顾伊的遗孀。那安尼看起来，会大比王当时做即个犯即个错，迄真正是咱讲吼天怒人怨哦。为什么？伊做歹事，抢别人的某，然后咧，表面上人讲即个王真好，真疼伊的部下，伊的部下为着国家战死，然后国王亲自来照顾伊的某。当然，咱对人性来想，人得到权了后，大比王有可能感觉到伊做即款事，比起伊所做遮其他伟大的事，伊的丰功伟业，这是无伤大雅，人生的小插曲。伊可能感觉无啥物啦，无啥物啦，我功劳遐大，对无？也有可能大比王，伊是有一款心态，我安尼设计表面上遐水，大家甚至佫学到我是一个好的君王，有疼心的君王。伊当作伊内心杀人夺妻的即款的计谋，袂互上帝知。伊敢若想讲，我表面上做我真水，有错都别人的错，我都是最好。可能咱若对人性来思考，大比王，伊可能有权了后，伊煞变做思考变安尼，即款的偏差，无怪上帝会派伊的先知拿单来到大比王的面前，来遐控诉，指出大比王的过失。拿单讲，你就是即款人，面对着家己所犯即款严重的罪恶，互先知拿单来点出来了后，大比王就到上帝的面前，呼求上帝怜悯伊。当然，大比王当时伊家己知影，不管伊安怎做，伊所做的错误，伊犯着罪的即个现实，伊无办法改变。所以，伊只有求上帝来赦免伊。所以，大比王，伊会当做的，敢若是恳求上帝，恳求上帝照着伊的慈悲疼痛来怜悯伊即个罪孽。这个互咱会当来警戒咱家己。可能有的人自家己认为讲，就算犯着罪啦，但是伫上帝面前，我为着上帝做过遐济啦，我为着上帝，我贡献遐济啦，感觉家己会当得到上帝特别的款待，拢是家己。但是诗篇51篇，甲咱讲着人罪的问题，只有靠着上帝怜悯，甲上帝的赦免，才会当真正来处理。
所以伫诗篇51篇较我后壁的所在，大卫王讲伊体会到啥物？伊对上帝讲：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小祭你也无欢喜。伊知影啦，就算是亲像伊安尼大有才能、功劳遮大、遮有权的人，伊也无办法靠着家己来解决伊犯错的事实。这互咱看到即个吼，这是小祭啊，小祭就是安尼。所以诗篇51篇17节有安尼的宣告，讲啥物？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心。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所以面对着咱家己的欠缺，甲咱家己的软弱，咱只有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为着咱家己所讲所行，亏欠着上帝的眼光，咱求上帝赦免，来求上帝赦免。咱知影，也是人性的软弱，咱人足爱找理由。对咱细汉就是，我会记学生时代、中学时代，我有同学就是安尼，考试了后就伫遐发讲，老师不会出考卷啊，考不出实力。啊边啊，迄考好的迄个优等生伫遐咯，头低低的，伊伫遐哦。考试考歹，伫遐讲老师袂晓，老师不会出题，考不出实力。啊，人家功课好的一样考满分啊！啊，功课不好的也不敢出声，因为知道说自己没有认真读书哦。像耶稣哦，中学的时代嘛是足爱耍，愿上帝哦，即个怜悯哦，互我的囡仔无学老爸安尼哦，就爱耍。人拢就爱找理由啦。考试考歹，讲老师袂晓出题，然后咧做毋对代志，怪东怪西，无甲我提醒，你若无甲我提醒，害我做安尼，你拢无关心我，互我会做毋对。例如遐这面对着咱家己的罪，人的焦点爱伫倒位？人的焦点就是爱放伫上帝的恩典，毋是放伫家己。毋是放伫家己自以为是的理，伫遐找真侪理由。咱知诗篇51篇第6节甲咱讲着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你所爱的是心内诚实。啥物即个心内诚实？英文有一句话安尼讲 confession is good for the soul。忏悔对灵魂有利益，忏悔对灵魂有利益，这是啥物意思？我想人上健康的心态，做毋对就做毋对啦，后一遍我会做更较好。哦，亲像考试考差啊，其实不要怪老师不会出题，下次考好就可以。因为咱读过中学拢知影，期末考考好，通常老师会同情分数。哦，所以你前2遍的月考若考无好吼，好，安尼期末考考无较好，老师会同情分数。哦，本来不及格，但是咧，因为你期末考考啊较好。伊互你65分，还是70分？有时阵咱就是爱心内诚实，我做毋对啊，这是我的毋对，所以我要改，我后一遍要做更较好。这叫做心内诚实。
找理由咧，找理由，找一大堆理由，就是无诚实。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教导咱爱认咱家己的罪。这不是迄款有点神经质的那种，这个洁癖，不是哦。这讲什么？为什么咱爱认咱家己的罪？其实就是诗篇51篇甲咱讲的，51篇第60甲咱讲，心内诚实，咱对家己诚实。当咱愿意对咱家己诚实，咱伫上帝面前，咱才会当诚实伫伊的面前。所以，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咱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但是天父上帝是要看到咱内心诚实、真实的谦卑顺服，并且愿意用信用行动来改变。所以咱诚实讲，咱心中诚实我无好，然后咧，伫上帝面前求上帝，讲你帮助我明仔载要搁较好，我后一个时刻袂搁重复我进前犯着的错误。我想，这就是咱会当得到信用行动来改变的一个开始。心内诚实。所以分享，咱可能有囡仔，搁去读册吼，也是咱的孙去读册吼，也无输讲，常常拢讲笑讲我家己初中、甲高中拢无去读册吼，但是我即马分享一步，我差不多连考前几个月，我体会着一项事，老师拢就爱叫咱买一大堆讲义啦，然后咧，对伫迄个平常是无读册的囡仔来讲，讲义写袂了，就有诶就放弃。但是发现，迄当阵发现，我课本要读会晓拢足真困难啊！安尼我剩几个月，我就将所有诶课本来看有。我只要将课本看有，我讲义拢无去看，结果还勉强可以啦，勉强可以咱教咱的咱若有厝里有囡仔有孙，要考大学会当教伊一步。课本是上基本的，课本你若无时间读册，你课本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你拢看有，安尼其实无第一名嘛有价，无第一啊嘛有价。但是这就是一款内心的诚实，莫去找理由，嫌老师袂晓教，嫌每一遍考试，这个试题考不出、测不出实力，找到家己的弱点，课本居然翻开都不懂，安尼我就看课本，一本看懂。就好，结果还可以所以咧，内心的诚实，就是告别咱家己的罪，一个上重要的点。内心诚实，诚实面对咱家己。当咱告别咱的罪，咱诚实面对咱家己。这就是咱拄到真理的一个上重要的过程。当咱认捌清楚咱家己本性内底迄款的叛逆，当咱知影人生就是啥物，总是照常讲家己来取代上帝。创世纪11章有讲到巴别塔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教咱这项事。大家过好好啊，为什么要起一个
会当悬到会当通到上帝的一个塔关塔。为什么？想要甲上帝同款？明明日子拢过好好啊，为什么要做这项代志？这就是人性，孝顺家己取代上帝。人爱认清咱家己的本性，咱若靠家己，就是会偏差亲像巴别塔同款。第二咧，咱通过认罪，咱诚实来看清楚，咱若干那靠家己，无论是安怎努力，咱拢无办法达到上帝的期待。靠咱若干那靠咱家己，无论咱怎样来努力，咱拢无办法达到上帝的期待。所以咧，咱若诚实来认捌、承认咱的有限，安尼才袂抵到讲做到流汗，互人嫌到流烂，然后浑身是伤，心情阁歹。认捌咱家己的有限，所以咧，别人有意见、批评指教，较会当真正来面对，较袂抵到后来浑身是伤。我本来就是有欠缺，需要大家帮忙嘛，所以咧有批评指教，安尼才会当帮忙我，当咱认清楚咱家己的有限，才袂到最后创家己拢是受伤。第三，通过认罪，就是咱诚实面对咱家己的欠缺甲软正，咱认捌清楚，就是咱家己需要耶稣基督来成做咱性命的救主，咱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引带、看顾甲扶持。咱也知影，只有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咱才会讲甲上帝重新建立关系。这就是咱基督信仰甲真侪注重个人修炼的宗教无共款的所在。咱一开始就承认咱无够野，咱有欠缺。咱一开始就承认讲，靠家己的修炼是无办法来达到上帝的期待要求。咱靠家己也无办法得到真正的快乐。这是咱的信仰甲其他的宗教无共款，真无共款的点在伫遮。咱一开始就承认人无可能，人爱靠上帝，人爱倚靠上帝。只有安尼，咱较真正通谦卑咱家己，毋是想讲我啥物拢会使，靠我家己就有够野。咱会开始去追求上帝的帮赞，追求上帝互咱甲伊建立中建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诗篇51篇，真正毋是干那讲上帝怜悯啊，上帝怜悯。除了领受上帝怜悯甲赦免以后，阁有后一步。大必望求上帝爱更新上帝甲伊的关系。所以第10节安怎讲？上帝啊，求你甲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
伊求上帝爱更新伊，那安尼，伊才有可能上帝甲伊的关系会当更新。伊若敢若求赦免了后，然后咧马照跑，舞照跳，安尼永远拢共款。70年、80年、120年不变，但是大必王求上帝，互伊重新有正直的灵，求上帝清去伊的心，亲像大必是用忧伤痛悔的心求上帝怜悯甲赦免。但是，伊所求的，毋是敢若到遮为止。大必王伫领受着上帝赦免甲怜悯，伊确保未来每一天的生活中间，上帝拢甲伊做伙伫地。所以，伊求上帝甲伊做一个新的心，就是爱重新返去起初迄个受上帝拣选、合上帝心意的大必。大必求上帝，互伊会当重新有一个坚定的灵。互伊会当对内到外得到改变，毋是干那迄个外表行为暂时的改变。伊求上帝真正互伊成做一个改变的人。这就是《奇异恩典》这首诗歌，大家拢真爱吟，甚至顶个月也是。2个月前看到一个医疗报道，讲外国有做实验，放几若首歌，就是迄种世界名曲啦，结果好像对于这个身心的效果最好的一首世界名曲啦，当然诗歌足侪。但是非基督徒拢真爱吟的诗歌，伫即个欧美国家奇异恩典是因不管敢是基督徒拢爱吟的。讲奇异恩典这首歌对于年长者的身心状况有最大的帮助。比迄个流行歌啦、摇滚曲啦、猫王啦、阿爸啦，我敢若知影这句话啦，新的我可能毋知。拢较有效，就是奇异恩典。我想真内底的歌词，我前失明，打得着看去。哇，这真正对伫咱的心灵是真大的鼓舞，因为咱拢确保对内到外一个新的改变。搁来大必求上帝临到伊的生命中间。因为大必，伊确信上帝袂因为家己捌犯过错就气杀伊，因为上帝是充满怜悯甲丰盛的慈爱。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伊也问同款的问题，讲之所以会当互咱甲基督的疼来隔离。伊的结论是无任何的受造物会当互咱甲基督的疼隔离，只要咱诚实来面对咱的欠缺，咱诚实看到家己的不足，安尼咱就亲像大必，咱求上帝。赐予一个真正的欢喜快乐，这款的欢喜快乐是对伫上帝的慈爱、恩典甲怜悯，
成做咱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你敢有发觉每一个礼拜，牧师一上台拢会讲啥物？咱用感恩的心来敬拜上帝，咱感谢上帝，互咱一礼拜平安。就算讲有病痛，就算讲有拄着一寡无顺利的事，但是安怎讲，上帝互咱礼拜早起，咱目睭擘开，哇，真水的早起，真水的早起。上帝佫留咱一口气，互咱会当呼吸、呼吸，互咱有耳孔听到早起鸟仔叫，互咱有目睭看到青翠。哦，咱看迄个公园伫咱隔壁，青翠的树木。那安尼来想，咱倒一工，咱无感恩，倒一工咱无体会到上帝的慈悲疼痛。哦，这是感恩节，旧年感恩节的主餐。哦，旧年感恩节的主餐。就兄弟，咱基督徒生活上重要的，毋是追求咱自以为是的完美。亲像大比王，就算伊真伟大，做真正侪伟大的事，伊充满能力，但是旧约圣经强调的是啥物？你看诗篇内底有偌济篇标题拢讲到伊伫失败的时阵，怎样找求上帝来重新爬起来。咱圣经毋是爱咱追求自以为是的完美，是爱咱学习倚靠上帝的恩典疼痛，咱跋倒搁爬起来。咱特别爱思考，当人若敢若注重焦点伫追求个人的完美，到后来往往能变成自以为意，甚至亲像大大所讲的，到头来满身是伤。咱也知影，咱即个世界袂因为加一个完美的人就变搁较好，真正无拄拄，无拄拄。但是当即个世界有搁较侪经历过上帝的疼甲赦免的人，并且有搁较侪家己经历着上帝的疼甲赦免，搁愿意用疼甲赦免来对待人的人，那即个社会即款人搁较侪，那安尼就会当互搁较侪人经历着即个世界的美好。所以弟兄兄姊，咱感谢上帝的引带甲带领，同时咱也感谢天父上帝透过圣囝耶稣的十字架，互咱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既然咱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所以咱就会当诚实面对咱家己，面对咱家己的欠缺，面对咱家己的软弱，咱徛伫上帝的面前，亲像囝儿查某囝徛伫父母的面前同款。咱知影即款的关系是袂受到啥物事来改变的。咱知影即款的关系是永远存在的关系，所以咱伫上帝的面前，咱才通勇敢甲上帝讲我是软者，我是不足，所以求上帝你带领，求上帝你引带。
咱做伙仰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予阮透过今仔日诗篇51篇，也透过大笔王的一生，予阮知影，阮爱学习大笔，真做合你心意的人，就是阮愿意诚实面对阮家己的欠缺甲不足，也愿意接纳你的疼甲恩典甲怜悯，予阮有勇气，伫过去的错误中间，阮学习到经验，阮找到跋倒爬起来的气力，阮也对伫主里得到改变的动力，予阮每一日日日进步，每一日阮因为有主里圣神的带领，予阮拢感受会到，阮毋是家己迄行，是主你迄引带阮，是你陪伴阮、扶持阮。主啊，你的恩典疼痛遮尔啊大，恳求上帝你予阮，无论面对着什么代志，阮拢袂离开你的疼。阮安尼恳求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点咱三甲来吟会的圣诗，圣诗608首，圣诗608首，奇妙恩典，何等甘甜！奇妙恩典，何等甘甜！救我脱离罪坑，情我失迷，哪得归回？失明，哪得看见？咱三甲起立来吟。
谢谢。下面咱们来奉献，咱请秋美执事甲于洋执事来书献。下面我来报告，请咱来看，做来看周报。报告事项第一项本月插会班吼，因为前几天风台的影响，咱要延后到10月12，就是拜六上午10点，要伫礼拜堂上课，咱请报名的兄弟来准备出席。第二有缘吼，阮定礼拜三泡茶分享的时间，因为拄着风台，咱然后要到来到10月16举行，有缘娘娘乐来主谈彩色人生吼，咱请兄弟姊妹备办时间来出席。第三需要教会10到12月事工分担表兄弟姊妹，咱甲招待做遐客吼。第四拜五暗。咱有缘拢7点半，伫教会有查经祈祷会，主题经文是新约加拉太书，那请教会兄弟姊妹来踊跃参与。第五需要探访，也是愿意开放家庭举行家庭礼拜，兄弟姊妹请甲牧师，也是教会长职讲话咱来安排。第六后主日主日礼拜题目咱家己看，即个课文的所在咱是65篇吼，咱也毋是印着的，即是有缘。再来，咱来看倒手边的部分。主日礼拜上午10点，主日圣歌队练唱是上午8点45分。拜三有泡茶分享。拜五查经祈祷会下午7点半。拜六咱拢有每个月一届的茶会班。查经祈祷会即礼拜要查经查的经节是加拉太书第1章第1节甲第5节。再来，咱来看圣光事奉的部分。今仔日招待是邦师兄甲春英节。茶会是娘长乐。清扫是下坡节。后礼拜讲道叶牧师。诗会是明月长乐。诗琴是牧师娘。领唱是吕先兄。诗献是我本人甲秋美执事。招待是素琴节甲平荣兄，茶会是茶会班，清扫是秋美执事，下面奉献的部分，然后有出入的写较我，也是秋美执事来进行。再来，咱来看正手边下底部分，本周的金句，我用台语汉语本来读一遍，咱大家读2遍，用华语读一遍。上帝所爱的者，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来，咱做伙。上帝所爱的者，就是忧伤的神。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上帝啊，爱的是
就是相信上帝啊，忧伤痛悔心，你无要看轻伊。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篇51:17节，咱大家愿互相平安问好。平安。下面咱来念圣诗399首，圣诗399首啊，唱煞了后，咱甲请牧师祝祷。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同在。愿主阳光遍照你，用慈悲款待你。主圣神保守你，对即时到永世代，咱唱两摆。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同在。咱既然有天父上过，透过圣囝耶稣的十字架，所予咱罪恶得到赦免，所以咱就爱有勇气，用诚实来看到咱家己的欠缺甲不足，也用谦卑的心来倚靠主上帝，来得到改变，来得到行动的勇气，互咱每一日拢会当倚靠上帝的疼痛甲恩典，互咱会当疼别人亲像家己，互咱会当彼此相疼，互咱得到疼的动力。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做伙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